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婉婉啊，袂用的啦，你今日声音无啥对呢。啊。真厉害呢，竟然早来遮找到我，什么代志？真重要的代志啊！啊？阮爸爸叫我来找你，叫你下晡4点去阮兜一逝。是要创啥？大兄明仔载要开庭，娘阿公甲阮爸爸想要找大家下晡过一逝，研究一下。哦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赶去。来面请。来啊，多谢。多谢。是啦，安尼处理个，但是对啊，人客来啦，哦，紧请伊入来，请。姚阿姐，你好，请坐啊，秀秀。换我了。你阿伯，你阿公，啊，东东啊，你先到位啊。系啊，坐啊，请坐啊。爸，姚八姐，姚八姐，就爱你。哥哥。
牛阿伯。对了，好，哦，牛我安强啊！阿妹爱，阿姊，讲啊！咱过来迄边坐啦。哦，哇，叶真是啊！领导吼，足气派，足水的哦。若是住伫领导吼，哎呀，会当活到100岁。老太太，请坐啊。哦，老安，啊遮济啦。啊，好，多谢。东东啊，你真乖哦。哥，这好你坐。东东啊，你的资料敢拢准备好啊？拢准备好啊。啊，好，这就是民主社会的好处啦。牛阿公讲得无毋对，法律是好人的护身符，是歹人的铁签。哎呀，牛教授啊，你讲的话真有学问呐！啊，你伫咧讲啥物民主啊、政治啊，我是拢听无啦。啊，毋过我知影，古早时代迄个管太呀，伫审犯人的时阵吼，啊，迄个房安尼撇一个，哈，迄个犯人就惊甲甲老实话拢讲出来啊啦。大家拢到位啊吼，咱的会议应该开始啊。吼，讲是讲会议啊，其实哦是找一个机会，大家会当做伙。同时，爱互大家了解一下东东安怎办这个案件，大家会用轻轻松松将你的意见讲出来，互东东做一个参考。即摆的代志，我相信大家拢会当了解一部分。这个案件本来只是我家己伫法院内面处理公司的一件案件，也毋过有人想要利用家用来威胁我行使我的职权，结果害家用差一点就自杀。哥，迄个人是毋是真厉害啊？迄个人是 David 的爸爸。真是的哦。嗯，佩佩，恁会知？是拄则冰冰甲我讲的。彬彬啊，你若无要去内底坐哈，坐你门口创啥？我阿姐，阮阿嬷伊身体敢好？恁阿嬷哦，足想你的啦。妈，你是安怎？也毋是老毛病啊，腰酸背痛。啊无，我甲你对对啦。唔免啊啦。妈，冰冰伊转来呢，我叫冰冰伊来甲你抓人，好无？正式的哦。伊是毋是为着法院开会的代志，伊才转来的？嗯，伊敢有甲你拍招呼？有啊。那安尼阁袂歹，伫咧大家面头前，互你面子，我真烦恼吼。伊会唔插你？所有的人拢伫咧，伊袂安尼先做啦。敢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？我无啥清楚。全部的代志拢斗做伙。玉玲啊，你去楼骹招呼人客，我才无代志。上好唔通互人客感觉咱兜的气氛无好啊。嗯。妈，冰冰，你来了拄啊好，阿嬷腰酸背痛。阿嬷，阿嬷，彬彬，哎呦，宝贝，阿嬷，冰冰足想你的呢。宝贝，阿妈搁较想你。迄天，我本来甲阿嬷约好啊，要转来替阿嬷抓灵的，啊，毋过，莫搁讲啊，阿妈拢知影。妈，
妈，多谢你。戆囡仔，这是你的厝啊，你不管是拢会转来。迄天是家姐伊唔对，是妈错怪你啊。无啦，是我唔对，无论安怎，我嘛无应该拍小弟。冰冰，妈，冰冰，家姐即马搁倒在眠床顶，袂当爬起来。你小等下，敢要过去看伊？我替阿嬷抓零线，我就过去。你创啥？这搞怪！我叫家姐，唔是叫搞怪。你哦，搁安尼，我就叫恁哥哥好好啊，搁甲你电一下，互你永远倒咧眠床顶爬袂起来。哼，我才唔惊咧，阮哥哥吼根本就袂转来。恁哥哥已经转来啊，搁有一大群人拢咧楼骹大厅。哈？真讲这你莫走啦，有你伫的，阮哥就袂甲拍。冰冰，啊？手会酸无？袂啦。冰冰，你将来大汉，敢会替阿嬷抓抓？啊？袂，冰冰足乖的。阿妈嘛乖。冰冰，迄天你甲家姐相拍走啊，阿嬷知影你袂阁转来，阿嬷迄暗拢困袂去。冰冰，你伫个娘阿公因兜敢好困啊？无好困。我想讲，阿嬷你一定还搁咧生气，所以我规暗拢困袂好。冰冰真乖，总算阿嬷无白听你啊。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有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你袂开？哎，娘要伫我伫遮。哎呀，我也真了解啦。台北吼虽然所在真大，啊你敢去的吼，嘛只有这几个所在尔。你是关心我，也是关心恁查某囝佩佩啊？嘿嘿，拢有啦。哎，佩佩妈妈，你去看迄个东东的某，因某敢有死去啊？你嘴板甲进去的，人真好啦。哦，哎，啊你敢有去考劝秀秀？伊结婚的代志吼，莫搁拖拖刷刷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发现一个秘密，我去讲价找迄个江一平甲伊妈妈的。哦，啊安怎啊？哎，你唔知影啦，我甲你讲，江一平因妈妈替伊介绍一个新的女朋友，互我看到啊。吼，迄当阵我受过受气，就甲送互伊的伴手，拢甲摕转来，无爱互伊啊。对啊，这有啥物关系？我受气，我唔知。喂，爸爸，佩佩啊，啊恁是当时才要转来哈？我甲妈妈真紧就会转去啊，你莫阁问东问西啊，再见。妈啊，莫甲我别乱讲话啊！你讲遐个话，大姐听到会足伤心的。佩佩，你莫去逼你妈妈，我无要紧啦。
讲啥啦？我你陪我开讲。你要讲啥？讲，我开讲啊，你唱歌我听。我是护士，也毋是歌星啊，我袂晓唱歌。会晓啦，你会晓啦。袂晓就是袂晓。那安尼，我想要食苹果，你去灶骹的大冰箱内底摕2粒花食。金刚姐姐，又搁有啥物代志？你会较紧转来哦。今日过来对无？这无等。好啦好啦，你紧去紧转来啊。是李少爷。金刚姐姐，我无想要食苹果啊，你莫去啊。小姐，麻烦你先去外口。我有代志想要甲阮小弟讲。金刚姐姐，你莫走啦！小姐，你先出去。家姐，你遐尼惊我是？谁讲我惊你？若唔惊我，你就坐起来啊！你甲我拍着伤啊，我袂用伊坐，敢若会当听咧。你要讲啥？紧讲讲诶，讲了出去啦！家姐，你是毋是恨哥哥拍你？哥哥甲你回息咧，你有要接受无？唔接受。袂用诶，你若唔接受，我又搁要拍人哦。啊？好啦好啦，我接受啦。创啥？爱唱讲好啊！你伫咧找啥物？阿妈，你敢有看到我的锁匙？锁匙？啥物锁匙？机车的锁匙啊！哎呦，彬彬啊，莫搁徛啦，迄足危险的。你若一出门吼，阿妈的心都劈破彩，哦，我都要袂堪你啊！阿妈，拜托你啦，你一定有捡到我的锁匙，无机车足无方便的呢。骑机车足危险的，你乖听阿妈的话，以后莫搁骑吼。莫啦，阿妈。哎呦，煞煞去啊，无去就无去啊嘛，啊！彬彬，等你明年考到大学，阿妈哦买一台足水的轿车给你，啊？袂啦。乖，你听阿妈的话好无？我。乖，你伫咧外口一定食真歹，阿妈哦叫你妈妈甲你订一只鸡补补的，好无？啊？这个案件因为牵涉到家用，所以照理来讲，我应该是要回避。是安怎呢？你是家己人，家己来心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案件内面若是有家己的亲情，家己特别当心理，
这表示法律是公正的。无毋对，无得靠这件案件会分成两个部分来审理。工地命案，吴大生因为业务的过失杀人致死，这部分由我来办。若是张建忠甲吴平因误写这件案件，恐惊法院会另外派推事来审理。另外，根据我所知的，嘉荣已收到貂皮大衣这件代志，我已经甲貂皮大衣送去主任检察官遐，可能会得到不起诉的处分。安尼是会做好的。那呢，遐黑色的人呢？不管敢是由我来审，我想伊拢会照起诉书顶悬的罪证一一判刑。紧困啦！你莫阁食薰啊，好无？我心烦啦。你烦，我都袂烦哦。恩望遮久，就恩望伊较早有心，通好甲咱生一个阿孙，一声好啊！不但是空欢喜，阁牵出一件麻烦的代志。迄落代志吼，你都莫阁讲啊！我即马上该烦恼的是东东，明仔载都要开庭啊，人到即马还袂转来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嘛无敲一个电话转来。哎，几点啊？坐下。哎，嘉荣啊，东东是讲下晡几点开庭啊2点，哦，已经2点20分啊，应该开庭啊。被告吴大生，你就是吴大生？是。 1月17号迄天，大阿雄按鹰架顶悬跋落来，你是毋是有那伫4楼的鹰架顶头？是啦。当时你是毋是甲伊冤家无细字甲伊杀落来？我无啊，是家己无细字跋落去啊。当时还阁有别人在场，看到恁伫遐996的哦。你是变怎讲？我知影，
这一定是阿峰讲的。伊过去要甲我借钱，我拢唔借伊啊。伊怨恨我，所以伊唔才安尼讲啊。恁公司内面还阁有啥物人怨恨你？都干那阿峰一个人尔，其他的，阮大家拢斗阵得真好，连阿雄嘛是我的好兄弟。唉，嘛唔知影东东开庭开了安怎。唔免着急啦，东东已经甲我讲过啊，证人甲证物拢已经找好啊。唉，我是我要急死哦。带证人带阿乐。你就是蔡阿乐，是。你甲迄天你所看到经过情形，详细拢甲讲出来。迄天我看了真清楚，是伊甲阿雄杀过去的。偌济啊？高血压8啦，低血压8。是安怎高血压甲低血压无共款？是毋是真正有毛病啊？妈，我看小等一下，带你去病院好好检查一下。哎呀，去啥物病院啦？哎呀，休困一下就好啊咩？你看我拄则体一个啊，即马头嘛袂晕，胸腔嘛袂杂杂啊啦。妈妈，你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心脏有毛病，就敢若落地啊，下一个定时的炸弹，随时拢会爆炸，足危险的。趁咱即马人咧台北，咱去大间的病院做一下心导管的检查，佮心电图，确定一下你的心脏到底是倒一个部分有问题啊。你哪会一直叫我去检查啥物？听起来我就惊。我拄则会昏去，拢嘛是为着你。这几工吼，安尼走来走去，才会昏去啦。我若转去第三吼，啥物病着拢无啊。你看我敢毋是真好，无啥物病啦吼。甲我娘看卖，来。走，陪陪啊，紧摕伊娘哦。好。是毋是阁正常啊？普通，高血压130，低血压90。兄伯，你要加注意，上好莫阁压悬啊。佩佩啊，来，你嘛甲我扭一下啊！走。我从来唔捌扭过，唔知影我的血压有悬无？其实有血素的人，平常时啊都要加注意身体，加注意食的物件，而且要定期做健康检查。袂叫伊去病院吼，就算4只马嘛拖袂行。你莫讲我，你嘛是共款。每届你若无爽快，叫你去看医生哦，你总是理由一大堆。讲啥物哦？等热天才去啦，热天到啊，佮讲等寒人才去啦。即马春夏秋冬，拢过几啊年啊，你是有去无？平，你莫激动，啊无量出来袂准哦。好，我莫生气哈，我莫生气。中国人上讨厌的就是走病院，破病啊，拢唔肯去看医生，就乌白去买新药来食，结果病无治好，电倒会愈来愈严重。另外，阁有一种更较严重的现象，像阮妈，有当时啊，阁会去庙里去求什物香火来食。迄有啥物唔对啊？神就是保护咱。妈，
会是安怎啦？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拄则吼，敢若伫迄坐船头有淡薄仔晕，好啊，即马无代志啊。彬彬啊，我阿姐哦，你锁匙放去啊？阿嬷藏起来啦，伊不爱互我。阿嬷唔爱互你骑车，啊你就莫骑。啊，毋过无车足艰苦的呢，就敢若无脚共款。彬彬啊，恁阿嬷上疼你，你唔通互伊为着你咧操烦啊。袂啦，我阿姐，你替我去甲阿嬷摕锁匙好无？我不爱，你若要骑车哦，家己去甲阿嬷讨啦。好啊，妹。好啊，好啊啦。嘿，小弟，你哪唔加摕一领衫？今仔日足寒的。妈，我被寒啦。唉，爱情咧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你若是感冒啊，妈妈会唔甘的。哦，恁妈甲你约好钢琴老师啊？等下我甲恁妈妈要出去一逝，钢琴老师来的时阵，你约伊踮厝边食暗饭，阮会赶转来。知影，爸爸。我下咧桌顶的维他命丸，你是食袂？你这个囡仔哦，若是我一无注意，你都唔知影爱好好家己照顾家己。妈，恁敢是要卖鱼啊？是啊，咱好通来走啊！好好啊，踮咧厝里。若是有人试电铃，问清楚啊，才会当互人入来。若是有人敲电话要找阮的，叫伊敲换再敲电话来，门一定要锁好哦。我知影啦。咱来去啊！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彬彬，艾迪，真久无看呢。行啦，咱出来外口佚佗。阮爸妈拄则规定我真侪代志。你到底是为着什么人活的？彬彬，我听讲你甲厝内闹甲真严重哦。无啊，迄已经是清朝时代的代志啊。我唔相信。我即摆已经改好啊哦，我还有入自强条约10大条哦。我真重视你呢。我自强条约的头一条哦，就是袂阁欺负艾小姐艾迪啊啦。讨厌啦，我真唔相信咧。你看，我即摆敢毋是来看你啊？我这几工吼办足多代志呢。你看恁男朋友啊，我熬咧。你哦，我今仔日早起去倒位？我哪会知影？法庭，有厉害哦。
啊，毋过我办的代志伤过复杂啊，讲互你听你嘛听无。总讲一句，我代志办完就转来看你啊。你看我对你偌好。艾迪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替我转去一撮好无？创啥？你去阿妈的房间内底，你知影阿妈的房间内底有一个三仔厨啊，三仔厨的正手边头一个拖仔内底有一个饼盒仔，阿妈的宝贝拢伫内底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替我甲机车的锁匙偷摕转来。我唔敢。哎哟，你这个人啥物拢好，一工到暗大惊小怪。你敢知影？我骑车骑惯势啊，若是无车哦，就敢若无脚共款。而且我的自强条约顶头，阁有规定袂使乱开钱，我总袂用去坐计程车啊。你去偷摕哦，袂有代志啦。阿嬷上喜爱你啊，你讲哦，你要去看伊，趁阿嬷困去的时阵哦，去摕啦。心不低，贵不高啊。我不爱带你去做歹代志。我不管，我即摆就要转去大姐遐。你今仔暗时哦，就爱甲锁匙送来我。我无爱。我不管，你若是无送来哦，咱就绝交。冰冰，你实在有够讨厌呢！你有要去无？好啦。秀秀啊，伊明来啊，伫我的房间啦。姨妈毋是该介绍新的女朋友啊？哎，秀秀，你袂用有这种想法。伊明这个囡仔确实是袂歹。秀秀啊，自从经常为着因老爸犯案去互关起来了后，你的爸爸就一直甲做伙，一天都毋捌欢喜过。阿公会同意你甲伊平结婚，就是想要互你改变这生活。结婚了后，希望你会当甲以前同款快乐。阿公，我去得胜了后，你一个人，还佫有冰冰。你即马唔免甲我讲其他的，我即马咧甲你讲的是移民的代志。阿公，真实的，我实在是袂放心佩佩。我总是感觉佩佩伊熟悉的人实在是足少的。伊逐工除了去卫生所、教室上下班，其他的所在拢无去。伊的个性佫很啊保守，我想要来去甲老阿伯参详一下。若是有可能，就有佩佩甲我斗阵来台北找头路。你唔通干那顾恁小弟小妹，你嘛爱替你家己想一下啊！你家己嘛无好到倒位啊去。秀秀啊，你家己敢无这种感觉？莫互伊面等伤久啦，你去甲伊开讲者。这样。秀秀，阮妈妈都已经甲我介绍第三个女朋友啊，也毋过我自头到尾对你敢有这种态度，你应该了解，我是永远无可能改变的。其实这拢好解决啊，只是有一个问题，我感觉就头疼的。什么问题？就是甲公司请婚假，即摆佫临时改变啊，心肝内有淡薄吃亏的感觉，因为阮公司有规定，第一摆结婚会当请7天的婚假，也毋过，但是佫结第二摆婚要请假，就干有3天尔。我讲话反起反倒，你敢会生气？ 8年来，我当时捌对你生气啊，拢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敢讲你对我的考验阁无够是无？你也无了解我是无？
日子过了足紧的。我会记得你大学毕业做兵线迄年，你考调去电机工厂做技术员。迄个时阵，我替你足欢喜的。我阁全工甲好好请假，陪你去公司办报道手续。一斌，啊，秀秀，这就是我讲的张天德啦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一斌啊，伫咱几个同学内底吼，真有可能头一个结婚的人哦，就是你哦。到时阵哦，唔通袂记得请阮啉啤酒哦。即马张话不但已经结婚，而且阁有一个后生，已经在读小学啊。阿嬷，小弟，食饱未？食饱。今日无去学画图。嗯。咱你是毋是伫咧厝诶练琴？阿嬷，冰冰爱我替伊办一寡代志。这个囡仔实在是定定麻烦你，家己袂晓转来哦。还是啥物代志？伊叫我替伊甲机车的锁匙偷摕转去。伊讲就伫阿嬷的衫揬的表盒仔内底。啊？嘿，你一个戆查某囡仔，你哪会遮尔听伊的话？伊叫你来偷摕，你就替伊偷摕啊？我无啊，我无爱偷摕，所以毋才来甲你讲，替冰冰甲锁匙偷转去啊。你敢知影？学倒摆迄款物件有偌危险呢？听冰冰讲吼，啥物会用伊互头前脸翘起来，伊感觉真过瘾。也毋过吼，我互伊惊到心肝头屁破彩哦。我吼，甲伊讲过真侪遍啦，叫伊莫徛，锁匙吼摕来互我保管，伊就是毋听。伊讲吼，我老啊，毋捌啦。伊讲伊徛遐吼，会才会怕啦。即摆吼真无简单，锁匙落伫我的房间底，去互我捡着，我就甲伊藏起来。我就是无爱互伊搁徛。啊，你哪会搁替伊要甲锁匙摕转去？阿嬷，也毋过伊讲要甲我绝交呢。啊！哎哟，这个囡仔，伊哪会使安尼威胁你啦？阿嬷，你袂当骂伊哦，要若无，伊阁要怪我。哼，是我无爱互伊的，怪你要创啥？哎呀，实在是无想要互伊。你摕起来，伫咧拖内底。小弟啊，叫伊徛较慢的。一口鼎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冰冰，你来阿公的房间是要创啥？大姐啊，你会当来，是安那我袂当来？冰冰，大姐，我咧等电话啦。等电话，啥物打电话给你？艾迪呀，一冰，你先回去啦。
假使你妈若阁介绍女朋友给你，你上好将我放袂记的，这是你妈的好意，较免我歹做人。好，等你第三回来，我会过来找你。大姊，歹势啦，我去甲恁搅了着啊。冰冰，你爱好好对待爱弟哦，袂用戏人别人的感情。喂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大姊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大汉啊，你唔通一直为我烦恼啦。你定定做一寡莫名其妙的代志，我当然会操烦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。喂，冰冰，锁匙我摕到啊！厉害哦，你愈来愈咬啊呢。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达成任务的？我甲阿妈讨的啊。啥货啊？你哪会那讲，遐尼镜头，遐尼饭桶啦？你是要甲我气是毋？好好好，你即马听好吼，你紧摕迄副锁匙哦，另外配一副互我。了后吼，甲你手头迄副还互阿妈。着讲锁匙我无爱伫啊啦。冰冰讲，伊甲阿妈会生气，锁匙伊无爱伫啊。我就知影这个囡仔吼，也是真体谅阿嬷。只要伊莫阁徛学倒摆啊，我就会已经加活几年啊，加甲听几年啊。一声吼，我就放心啊。秀秀，过2天你就要结婚啊！这个钱你应该留咧买嫁妆。你安尼，人会讲话。林安，我无要结婚啊！为什么无要结婚？弟弟妹妹因发生这多代志，迄甲你结婚有啥物关系？你若结婚，加一下姊夫甲因照顾啊！我遐小弟小妹脾气拢足倔强的，无遐尔简单听别人的，到时阵甲人增加困扰。我徛伫中央足歹做人的。唉，每一家拢有每一家的问题。秀秀啊！你以后唔通阁再送钱来啊！也毋过以后你的生活10年来一直靠你的帮忙过日子。自从迄天你讲你要结婚了后，我就想办法甲这间厝卖掉。这2天可能就要搬厝啊。那呢？你若我明仔载要去第三一逝，可能3、5天才会当转来。转来了后，我是安怎甲你联络？我再打电话甲你联络。这是阮大姊。大姊你好，我叫做刘浩文。老阿伯是毋是希望你介意？第3个啊，那安尼将来你要听谁的话啊？爸爸妈妈的话啊。卡叔讲，你嫁予阮陪陪咧。我不用嫁，我不用娶。阮陪陪吼，绝对袂嫁出去啦。